我比你那废物男朋友强多了吧？讨厌，那个废物他哪能跟你比？反正他的钱我也榨干的差不多了，今天这趟飞完，我就跟他分手。一会儿我们到了万米高空再来一发，这次你可不许拒绝我。许薇薇，你竟然背叛了我！没想到徐副机长和侯机长他们竟然……许薇薇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在我这装纯，半点绿灯都不给，在别人那直接上高速是吧？江主管，调 CZ316监控室视频。您这是要？这2个人竟然在飞行期间违规操作，就按规章办，行业禁飞，永久除名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不行，你带那个没有？没有，我动起来就一次。不行，我上个月才为你打了台，医生说得注意。好，我的错。还有15分钟才起飞，来得及。我回控制中心的，准备了3道航。还有我们多来几次。害什么羞啊，这是。陈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来，就看不到你跟侯机长在驾驶舱的精彩大戏了。陈宇，你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快走！你竟然敢偷窥我！你控制欲怎么这么强啊？竟然溜进我的公司，偷看监控监视我！我不像你们，没有那种见不得光的恶趣味。行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们分手吧。我知道像你这种死舔狗，不给你戴绿帽子，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好意思跟我分手？怎么被绿了还舍不得分啊？我说兄弟啊，要点脸吧！你拿什么跟我抢薇薇？你顶多就是个臭打工的，而我是英航的明星机长，年薪100万。是吗？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工作马上就要没了。你在口出什么狂言？真以为英航是你家开的？说对了，英航就是我家开的。薇薇，我就说让你早点和他分手吧。这个货色，他不仅是个废物，还他妈是个有妄想症的傻子。陈宇，你别再试图引起我的注意了。像我这种女人，天生就是慕强，只有亮哥能配得上我。而你这种废物，就只有被分手的份儿。别再纠缠我了。你的微信我删了，别再纠缠我，否则我直接报警。你俩就不担心你们做的丑事被别人知道？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别以为抓到了点把柄就能把我俩怎么样。在英航，你说的话不算。新来的地勤是吧？别那么拽。陈宇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滚。像我们这种翱翔于万里高空之上的机长，跟你这种地勤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薇薇，走，咱们回去继续玩。
江主管，带人通知侯亮和徐薇薇，让他俩立刻停飞。江主管，立刻带人去通知侯亮和徐薇薇，让他俩立刻停飞。江主管怎么没回消息呢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电话怎么打不通呢？怎么这个时候手机没电了？小陈不会找我有事吧？小张，麻烦快点。好的，江主管。那点发现也是啊，走，注意点。来，发现也是。侯机长说 ，CZ316要提前10分钟起飞，咱们赶紧干活吧。好的。塔台 ，CZ316数据一切正常，请允许起飞。收到。不好，CZ316有问题。右侧引擎传感器数据存在间歇性滞后，如果在高空遇到强对流，还有可能爆炸。徐薇薇，你们的飞机有问题，绝对不能起飞。塔台，紧急呼叫 ！CZ316右侧引擎有爆炸风险，立刻叫停一切推出和起飞流程。重复，立刻叫停。塔台，紧急呼叫 ！CZ316右侧引擎有爆炸风险，立刻叫停一切的推出和起飞流程。重复，立刻叫停。这是陈宇的声音，他疯了吧？竟然为了膈应我，跑到我的工作场合来捣乱。他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要是因为他耽误了航班，看我报警抓他。塔台 ，CZ316收到。经核实，我航班所有自检程序正常，未发现任何异常，请按计划推出，准备起飞。喂，王哥，是我，控制中心混进来了一个疯子，他是我前男友，就是因为受不了我跟他分手，跑到控制中心阻止我的航班起飞，你快派人把他抓起来！还有这种事儿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塔台怎么没有回复？徐薇薇，情况紧急，赶紧加我！你和侯亮想死，我不拦着，但全机组100多条人命，你们承担不起。周指导，胡乱颁发指令，干扰航班飞行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不是，哎，放开我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放开我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王哥，陈宇就是一条我的死舔狗，啥也不是，你千万别被他唬住了。好，薇薇是我们英航的机花，多少男同事都没追到，倒是被你这个小子给舔到了。哎呀，王哥，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当初也就是瞎了眼才看上这么个废物嘛。下野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我。陈宇，你够了！你危言耸听，造谣飞机会爆炸这种消息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好让我回头看你一眼？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复合的。兄弟，我劝你啊，回去撒泡尿，好好照照镜子。薇薇刚接到通知，飞完这一趟，人家薇薇就是机长了。以后啊，你俩就是云泥之别，你配吗？好了，王哥，我跟侯机长要起飞了，人你直接送橘子就行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，你们放心起飞吧。不行，我的飞机不能起飞。哎，薇薇，一会儿升到高空，我就开自动驾驶，咱俩深入交流一下。这样行吗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飞机绝对没有危险。有危险的呀，是你。讨厌。
塔台 ，CZ316 仪表数据一切正常，请求起飞。塔台收到，请 CZ316 立即起飞，平安降落。放开我！我不是什么死舔狗，我是刚入职的特派空管员。什么特派空管员？你呀，今天师入职了一位新同事，听说还是胡董亲自迎接的。放！银行特派空管员，全系统顶级访问权。王哥，你在银行干了10年空管员了，权限还没有一个他新来的高，难不成有来头？把嘴闭上！侯亮 ，CZ316 右侧引擎有爆炸风险，我命令你停止起飞，立刻返航。这小子怎么没完没了了？看我回来不弄死他！亮哥，你开你的，我来骂他。陈宇，我说你到底死不死啊？工作之外你怎么拼命挽回我都不赖你。但是现在你屡次3番的打扰我工作，100多号人命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就是因为负不了责，我才让你们赶紧返航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你一个穷逼送外卖的，连飞机都没坐过，现在还跑来教我开飞机了？我说的不信是吧？好，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参数，你们可以在伊卡和伊卡斯系统上交叉验证。CZ316 右发转速从慢车到80%推理区间的爬升率存在14至22秒的随机性滞后，右侧发动机裕度比左发低35度，虽未触发主警告，但情况与78年失联的 KA 洞91事故数据高度相似所以这不是单一传感器故障，滞后、EGT 裕度下降、特定振动峰值，这3者联动，在高空大推力爬升阶段必会引发引擎爆炸。你们现在还在低空阶段，现在返航还有机会。陈宇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，徐副机长，数据是不会撒谎的。现在请立刻返航，否则你跟侯机长面临的不将是停飞革职，而是涉嫌犯罪。你确定要用100多条人命来验证我的判断吗？亮哥，飞机还有500米就进入高空区域了，咱们……薇薇，你这个前男友为了挽回你，功课做得够足的呀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啊！就他刚才说的那些专业数据，随便一个航空论坛上都能找到。我飞了10几年了，什么样的数据没见过呀？还飞 deck 逻辑不同步，他这都能编出来，这种概率啊是千万分之一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根本不可能。好啊，陈宇，你为了在我面前装，为了挽回我，连这种专业术语都提前背好了。你这种男人真是细思极恐，真让人恶心。塔台，我是银行特派空管员，工号 NH0017，我命令将 CZ316 调至1级安全风险，并强制其返航。收到，但执行命令，立刻强制 CZ316 返航，所有责任我来承担。CZ316 收到，请回复。指挥中心下达强制指令，请你立刻返航。CD316 收到，我是机长侯亮，岗位等级5S，飞行时长13200小时。我已全面检查飞机状态，确认无误。我以机长权力驳回返航申请。薇薇，我看啊，这小子就是偷听了咱们的高空计划，所以才在这拼命捣乱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坏不了咱们好事儿。塔台 ，CZ316 已经进入高空状态，并无异常。徐薇薇，再不返航，你俩会后悔的。这飞机怎么突然颠簸这么严重啊？别慌，检查显示器还有指示面板。吓死我了！原来只是一股小小的强对流啊！我还以为真被陈宇那个乌鸦嘴给说中了呢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只要穿过这股强对流就没事了啊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
我是本次航班的副机长徐薇薇，请大家保持镇定，系好安全带。我们正在穿过一股强气流，飞机处于正常颠簸，很快就会恢复平稳。不行，强对流会加速右侧引擎爆炸，不能再往前飞了。依我看呢，侯机长说的没错，正常颠簸而已，穿过去就好了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太太，不要被假象迷惑了，再不返航就没有机会了。立刻命令 CZ316执行紧急返航程序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陈宇，机组工作人员称情况可控，况且侯机长飞行经验丰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判断。现在强制返航，损失的经济和责任，你真的承担不起。损失、责任，这跟飞机上100多条人命比起来，算什么？各位乘客，飞机还有10秒钟就可以穿过强对流，请大家抓好座椅扶手。右侧引擎已经达到阈值，还有不到5秒的决策时间，赶紧返航啊！抓完了，马上就穿过去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哇！什么情况？右侧引擎真的爆炸了！快，怎么办？CZ316，立刻迫降，不能在空中逗留了！怎么办，亮哥？右侧引擎真的爆炸了，我们要迫降吗？不行，不能迫降，绝对不能！我是有3700次的安全飞行记录，不能被打破，绝对不能！薇薇，快，开启右侧备用引擎，只要穿过这股强对流就没事了，相信我！可是，快！你看，我说吧，吓死我了，亮哥，还好有你。不过，这个备用引擎能支撑着我们完成这一次航行吗？放心，没问题。这种突发情况，侯机长竟然还能沉着的应对，不愧是我们鹰航飞行数十载的明星机长啊！鼓掌！好！你们别高兴得太早，备用引擎顶多坚持1分钟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立刻迫降。陈宇，你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这危言耸听，你有意思吗？我再提醒你们最后一次，立刻迫降，否则1分钟后，全机组100多号人必将尸骨无存。否则1分钟后，全机组100多号人必将尸骨无存。啊！嘿，薇薇啊，你这个前男友还真是装上瘾了。为了吸引你的注意，连航空安全的玩笑他都敢开。要我看啊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的工作也要受牵连了。说的也是啊。王哥，你在吗？陈宇他严重影响飞机飞行，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，请你们立刻把他抓起来。我犯罪？我这是在工作，我在救你们的命。陈宇，救你啊，还救我的命，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徐副机长，这陈宇他确实是今天刚入职的特派空管员呢。什么？陈宇，你为了舔我都努力成这样了。不过陈宇，就算你靠死记硬背当上了空管，一个月撑死也就8000块钱，跟年薪100万的亮哥一点都比不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侯亮，我以空管员的身份命令立刻迫降。哼，命令我？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飞机现在非常平稳，你休想破坏我的安全飞行记录，更别想在薇薇面前逞英雄。行，是不是只要我证明我比你这个明星机长更有飞行资历，你就愿意听我的命令？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拿什么证明。好，拿我连续7年霸榜全球 Sky 榜1的王牌机长身份，够不够？什么？你是王牌机长？啊！听说活动早上还亲自迎接他入职，难道他真的是？陈宇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 Sky 排行第1的王牌机长，我倒立吃屎。Sky 排行第1的王牌机长，代号007，他可是我偶像。3年前全球航空颁奖礼的时候，我就在台下，我亲眼看他上台领的奖，你还敢冒充我偶像？陈宇，你现在连这种大言不惭的谎都敢撒，
真是不要脸。那次颁奖我是懒得去，才找人替我上台领奖的。那我还说我上不了清北，也是因为我懒得去呢。哼，这理由可笑吗？没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们已经浪费了30秒的自救时间，必须立刻迫降，否则飞机真的会解体的。哎呀，数据我看了，飞机右侧引擎的确有点小喘震，但我只要调整一下供油曲线和迎角，凭借我的飞行技术，肯定能平稳到达目的地的。这趟飞机我飞定了。等我们安全落地之后，我马上就跟活动举报，让他开除你这个满口胡言乱语的疯子。没错，省得他再纠缠你。不，难道我真的要看着100多条人命就这样没了吗？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好吧，是我看错了。你们的飞机很安全。好，是我看错了。你们的飞机很安全。胡闹！搞了半天是你看错了，还不让我们这么担心。就这水平也能进我们银行当空管员啊？走后门的吧？这100多号人命我不能不管。眼下的情况，只要我亲自指挥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要申请当 CZ316 的空管员，辅佐他们安全降落。这，哼，以退为进是吧？说到底还是想指挥我呗，满足自己那点可怜的表现欲和控制欲。陈宇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输不起的死舔狗。我和亮哥绝不可能再拿100多号人命陪你开玩笑了。你俩在 CZ316 驾驶舱内乱搞，包括要在万里高空再来一发的话，我都把视频备份。你们现在不立刻执行迫降指令，视频就会出现在公司群和各大媒体的邮箱里。陈宇，你卑鄙，你无耻！陈宇，你卑鄙，你无耻！你威胁我们？对，我就在威胁你们，现在立刻迫降，否则你们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。好，听你的，迫降。但陈宇，我跟你说明白啊，如果因为你改变航线出现任何问题，你承担。可以，你俩能活，就感谢飞机上的这100多名乘客。喂，下降高度，准备迫降，在50海里外的大庆机场迫降。好 ，CZ316，申请下降，下降高度500米。陈宇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舔我一口。等到了大庆机场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不 ，CZ316不能下降，立刻上升1000米。陈宇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迫降还要上升高度？没错，上升1000米。连最基础的常识都没有，坐实那是走后门的。侯机长的无事故记录，可能都要因为这个门外汉被打破了。陈宇，你他妈开玩笑呢！CZ316已经处于43000英尺里的巡航上限了，再上升就要突破大气层，进入亚轨道了。是啊，再者说了，迫降，降低高度才对啊，哪有不降反升的？陈宇啊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说错了，我干了10几年的空管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迫降还要先爬升的，这史无前例啊！这是。侯亮，我没时间解释了，立刻上升至44000英尺，执行命令。我执行个屁呀，陈宇！我告诉你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想报复我跟薇薇，还要拉着全机组的人陪葬。你个疯子！薇薇，咱不理他，按原计划迫降。对，不能听他的，要不然我们就死定了。侯亮，绝对不能下降，下降才会死。我命令你，立刻上升高度，时间只有不到10秒钟了。陈宇，我绝对不会听你这个不懂飞机的废物来指挥我。听陈宇指挥 ，CZ316 立刻上升高度，立刻！哎呀，江主管，你可算来了！陈宇这指令下的。侯亮、徐薇薇，我以银行主管的身份担保，陈宇的判断无误，你们2个立刻执行命令，一切后果由我跟陈宇共同承担。哎，这江主管，你怎么也向着陈宇讲话？
他顶多就是个刚入职的新兵蛋子，而我才是有10几年飞行资历的老机长。江婷是不懂眼前的红人，他怎么会为了陈宇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呢？难道陈宇真的另有身份？我再说最后一遍 ，CZ316执行命令。是。亮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晴空湍流，等级最高的危险天气。亮哥，如果我们刚才没有上升高度，而是直接进入晴空湍流，会怎么样？晴空湍流会直接覆盖飞机，把我们撕得连碎片都不剩。哇，陈宇啊，你真是太神了！这晴空湍流通常出现在无人区域，雷达都勘测不到的存在，你是怎么提前预判到的呀？卫星云图边缘的细微色差，高空风切变数据的异常耦合，加上飞得多了，对天空的感觉。哎呀，太牛了！对呀，就凭一种感觉，牛啊！这种对空域和气流近乎本能的预判，靠的不仅是经验，更是天赋啊！能有这种能力的人，放眼全球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啊。CZ316，右转航向15度，保持当前高度1分钟。1分钟后，听我指令，开始逐渐下降。15分钟后，你们就可以在大庆机场安全迫降。不对啊，陈宇这一系列操作根本就不像一个刚入职的空管员，反倒是像一个经验比我还丰富的老机长。拿我连续7年霸榜全球 Sky 榜1的王牌机长身份，够不够？难道他真的是那个隐退3年的王牌机长？不对啊，陈宇他在家给我端茶洗脚的时候，手上一点捞钱都没有，根本不像常年握操纵杆的机长。这么说，刚刚的晴空湍流一定是他瞎猫碰上死耗子蒙对的。CZ316，立刻按照计划下降高度。亮哥，你看，飞机现在不是飞得挺平稳的吗？而且备用引擎也启动了。要是我们因为这点小问题就迫降的话，那明星机长的头衔可能保不住了。被迫降落是不好看。薇薇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凭我的技术，飞行完这2小时的航程肯定没问题。你俩简直胡闹！飞机根本坚持不到2小时的航程，大庆机场就在前方30海里处，再不迫降就来不及了。侯亮、许薇薇，听从陈宇指令，立刻下降。江主管，陈宇这个废物根本就不可能进银行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你给走的后门吧？还有，在飞机上是我跟亮哥说了算。亮哥，不用管他们，我们继续飞。好，继续按原定航线。我就不信了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只是可惜了这飞机上100多条人命。真是个死装货。陈宇，等我们平安落地，看我怎么打你的脸。3、2、1。太 CZ316突然下坠，我控制不住了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救命！我不想死！这是右侧的备用引擎失效了，飞机的动力完全失效了，这怎么办呢？陈宇，你还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快出手啊！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我已经救过他们很多次了，从起飞前的制止，
到命令返航，再到一次次劝他们迫降。可惜，他们都不听，是他们的虚荣和愚蠢害了整个机组。现在，我也无能为力。陈宇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只要你这次能救我，我回去就跟你复合，答应你继续做我的舔狗，好不好？哼，当舔狗有什么好下场？下辈子你还是找别人。我呀，救不了你。谁说救不了？这飞机我来开。凡凡，是你吗？凡凡，微微别怕，我一定将你和侯机长安全带回家。你就是凡凡。微微，彩礼不是说好38万8吗？怎么现在又变成188万了？我的好闺蜜凡凡说，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就要看他愿意花多少钱娶你。既然你没钱，那我们就算了吧。哎，你给我时间，我这就去找。爸，我准备回家继承航空公司了。叶思凡，徐薇薇的毒闺蜜，过去3年没少给徐薇薇出驯服阴招来压榨。看来你知道我的名字，不过凡凡也是你叫的。叶思凡叶机长是咱们鹰航飞行资质最深的机长，比侯机长还要权威。是啊，有了叶机长 ，C 在316就有救了。很好，这铁叔的局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。凡凡，你能来太好了！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要被陈宇那个窝囊废给害死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安全回家。侯机长，收起部分机密，尝试重启右侧引擎供油系统。你这样做只会加速飞机解体。我以鹰航最资深机长的身份保证，只要听我说的做，就能保证万无一失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在这儿教我？叶机长，飞机好像真的控制住了。凡凡，全靠你了。叶机长，帅炸了！这才巾帼不让须眉啊！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权威。急什么？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现在将机头对准大庆机场方向，利用飞机的速度和高度滑翔下去，就能让飞机平安降落。收到，正在调转机头。怎么回事？操作杆子没反应了。是操作系统失灵了。啊，这操作系统失灵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尝试启动 RPS 远程驾驶系统。对，还有 RPS 远程驾驶系统。你还知道 RPS 系统 ？RPS 系统是鹰航最新研发的技术，属于高级机密。全球只有3台飞机装有 RPS 系统。你怎么知道这架飞机就是其中的一台啊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这就是我当初为了保护许薇薇，花重金在她的航班安装的这个系统。你们这么好奇，还不赶紧救人？是想给他们收尸吗？立刻接入 CC316远程驾驶端口，快，收到。我只是一时紧张，忘了还有远程驾驶这回事。你不过就是多了一句嘴，还真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薇薇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将你们安全带回家。啊！
还好有叶机长。梁哥，咱们有救了！不愧是叶机长，这么紧急的情况都能力挽狂澜啊！是啊，我们都以为 CZ316 没救了呢。比这更危险的情况我都遇到过，这点问题算不了什么。说救不回来的人，那是因为他的能力有限罢了。操纵杆拉得太快，倾角太大，再这样下去，飞机右翼会彻底断裂，到时候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他们。你在教我做事？我只是在提醒你罢了，别太敏感。行了，我知道你电动车骑得贼溜，可这是飞机，还轮不到你一个臭送外卖的指指点点。太好了，前面就是大庆机场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凡凡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谢谢叶机长救命之恩。放心，你们是我最爱磕的 CP， 我必须守护。果然，每一个本可以幸福的女人后面，都有一个见不得她好的毒闺蜜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的微微要和你永别了。被分手不爽，我们都能理解，但也不至于怀恨在心，诅咒整个机组吧？是啊，飞机已经平稳了，只要坚持到大庆机场，很快就能安全迫降。下头男，凡凡，你说的对，陈宇他就是个下头男。微微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再给他机会了，要不然他肯定会像个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是啊，微微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像这种低质量的男人根本就靠不住。是，亮哥、凡凡，你们放心，我这一次一定跟这个死舔狗断个干干净净。徐薇薇，你把你的心放肚子里，我就算喜欢条狗，都不会再喜欢你。说的好听，舔狗是改不掉的，微微能让你舔3年，都已经是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别在这得寸进尺。叶机长，陈宇不是你能妄议的，我劝你放尊重点。哟，陈宇就是个废物，江主管这么无脑的袒护他，难不成你俩有一腿？陈宇就是个废物，江主管这么无脑的袒护他，难不成你俩有一腿？啊！哇，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江主管怎么这么偏护陈宇？原来是眼瞎了，想捡微微不要的垃圾。江主管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陈宇他这种舔狗啊，玩玩就可以，要是认真的话，你就输惨了。你们胡说八道，你们知不知道陈宇其实……马上，他们就会付出代价。行了，没完没了了，一直在这口出狂言。我知道，你们不过就是想刷存在感嘛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。如果我不能让飞机平稳的降落，我就立刻辞职。好，这话是你说的。陈宇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们穿过前面这座城市，安全降落，我再跟你算账。预计还有5分钟。没有5分钟，你们只有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。这怎么回事？凡凡，飞机的右翼发生断裂，彻底控制不住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凡凡，只有你能救我们了，救命啊！对啊，快想办法，我不想死。警报，飞机将在30秒后坠落。凡凡，我不想死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来了比我经验强100倍的机长，也束手无策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完了，连叶机长都这么说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大事故啊！现在这种情况，只有连续7年霸榜全球 Sky 榜1的王牌机长出马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那你快去找他呀，让他来救我们。来不及了，微微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赶紧说吧！救命！我不想死。距离坠机还有5秒。什么？
这怎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陈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不懂就好好学吧，这可是书本上没有教过的知识。那也不可能让右翼断裂的情况下，飞机还能保持平衡。难道是风？只要顺着这个季节的风向倾斜机身，就能弥补右侧机翼断裂导致的不平衡问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？怎么懂飞行的知识，而且还会操纵飞机？凡凡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我们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救你们的是我，你的闺蜜刚才就已经放弃你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你救的我们？不信的话，问问你的好闺蜜吧。凡凡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刚才确实不是我操作的，但陈宇一定是看了我刚才的操作，所以他才会这么做的。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刚才都差点尿裤子。薇薇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是个送外卖的吗？他怎么会驾驶飞机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，就算他救了我们，我也是不会跟他和好的。哎，咱现在可还没平安降落，咱的生死都还得靠他呢，你别刺激他。陈宇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早日追上我的脚步才去学的驾驶，做得不错。等我平安落地，可以赏脸跟你吃个饭。徐薇薇，你的脸皮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厚了？你凭什么以为我还愿意跟你吃饭？之前无论我多么任性，你都会迁就我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为了我，你怎么会去掌握驾驶技术？以前的我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？不好意思，没空。男人嘛，都要面子，你再退一步就上钩了啊！这样吧，等我安全降落，我就跟你复合。我就知道这个舔狗最吃这一套。等咱们平安落了地，再狠狠地把他踹了。小丑就是小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原来陈宇来银行当主管，还是为了继续给徐薇薇当舔狗。怎么样，听到我说的话心动了吧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对你啊还有感情。那你跟侯亮算什么？这人难免都忍不住寂寞，逢场作戏吧。逢场作戏？至于那么投入，随地大小做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出轨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出轨了。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出轨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点了播音键，现在全航空公司的人都知道你们做了什么。陈宇，你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也说的明确点吧。算你识相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根本配不上我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根本配不上我。想跟我复合，下辈子。你说什么？陈宇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这我难道不就是为了跟我复合吗？我救的是飞机上那些无辜的乘客，我是为了他们才出手。你不值得我救。别刺激他，他说什么是什么吧啊！还没有男人这样对我，敢让我当众出丑。陈宇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陈宇，就算你走了狗屎运，让飞机没有追回，但以飞机现在的动力，根本坚持不到30里以外的机场。那又如何？谁说我要在那降落了？该不会是想找一块平地做紧急迫降吧？我对那块空白的区域非常的了解，方圆100公里，除了大庆机场，根本就没有适合做紧急迫降的平地。不要用你浅薄的能力来质疑我的专业。看着吧。
等等，这不是大庆机场的方向。陈宇，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？陈宇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这是去往海城的方向。海城是建筑最密集的城市，最近的机场也在郊区啊，根本无法到达呀！快停下！要是飞机坠毁在海城，那将会是一场浩劫。陈宇，他们说的对，怎么能去海城？一旦发生危险，会造成更大的伤亡的。我说了，一个人都不会死，更何况现在的燃油和动力只能让飞机再飞行5公里，海城是唯一的选择。这可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海城旁边有一片海域，我们可以迫降在海里，用海滩旁边的空地当做紧急迫降场地。这能成吗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。海城没有合适迫降的场地，如果在那里迫降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迫降到海里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别纸上谈兵了，海岸线上根本没有可以停靠的硬着陆点，强行迫降只会让所有人都跟你陪葬。那也比你在海城迫降的好。亮哥，我相信你。塔台，申请接回飞机控制权。没错，飞往海里是现在唯一的选择。申请失败，目前掌控权已被锁定。啊？什么？陈宇锁住了飞机的控制权。你个废物，你快打开！把控制权交给飞机上那2个半吊子，还是算了。你就是一地旗，你凭什么对他们指手画脚？以我多年飞行的经验来看，迫降海面是现在唯一有生存几率的选择。对啊，你还不快让开！可恶，来不及了！保安，快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！别动我！陈宇，你疯了吗？你是想害死薇薇吗？想害死他的人是你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但凡飞机角度偏离1点幅度，都有可能随时坠毁。陈宇，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海城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决定受到牵连。我说了，我会让飞机安全着陆的。陈宇，趁飞机还有动力，赶紧驶离海城吧，这样就算发生意外，也不会造成更大的伤亡的。对呀，相信我。救命！救命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陈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成功了！怎么会这样？他竟然把学校的操场当成了跑道，飞机居然还稳稳地停住了！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真的成功了！通过校园的跑道实现紧急迫降，太了不起了！可是他怎么知道那里有学校呢？我的母校，我当然知道具体的位置。哼，原来只是走了狗屎运啊！飞机差一点就跑出了操场，这不是知道一点简单方位就能做到的。哦，这样。没错，学校操场根本不够迫降的驶停长度，这家伙只是一个送外卖的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微微，微微，微微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难不成微微已经……估计是吓晕了。我说了，我会带着飞机安全降落，这是我给那些无辜乘客的承诺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学校里没人？要是牵连到无辜人员的伤亡，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？动动你的脑子，好好想想。
现在是几月？是7月，学生正在放假，操场上没有人。没错，身为一名合格的机长，不仅要掌握飞行知识，还要对各种突发情况有着充分的准备，要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处变不惊，这是身为一名合格机长最基本的素质。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头不难受。这小子到底是谁啊？比王牌机长还要牛！那当然了，陈宇他可是……算了，陈宇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，还是先保密为好。他是英航最优秀的地勤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梁哥，我们没死，肯定是凡凡救了我们，太好了！多亏了叶机长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对，客舱的乘客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大家放心，飞机已经安全着陆了，大家都互相检查一下，尤其是老人和小孩，看看有没有受伤。你就是我们的机长。我。大家冷静，先冷静。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，我叫侯亮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冲我来。谢谢侯机长救命！谢谢侯机长！谢谢！来，快起，快起！大家言重了，保护各位乘客的安全是我们机务人员的最高使命。是啊，不过也不是所有机务人员都像侯机长这么负责任的，不然就不会发生今天的危险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这次险些酿成空难不是偶然，而是人为因素？没错，罪魁祸首是一名空管员，叫陈宇。陈宇？没错，就是因为他不顾人命，屡次下达错误指令，这才导致飞机逐渐失控，差点坠亡。他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凭什么要这样？对啊，实不相瞒，这事怪我。陈宇他是我前男友。就是因为我要跟他分手，他想趁此机会毁了我。这脑袋简直不是人！就因为受不了分手，就要用我们100多号人命去报复你呀！这种人就应该被枪毙，留着也是危害社会。对，枪毙！枪毙！怎么办啊？亮哥，必须要趁着这次舆论彻底毁了陈宇，让大众不再相信他说的话。不然，如果他把机舱的小视频曝光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对。你说的对，大家放心，我跟侯机长现在就带着大家去找陈宇，一定要为大家讨回公道，让这个杀人凶手身败名裂。陈宇，你快看，徐薇薇和侯亮这2个白眼狼救了他们的命不说，他们却反咬一口，他们这是想毁了你啊！是啊，我这个前女友可真是蛇蝎心肠。需不需要我请胡董亲自出面替你澄清？不用，我自己解决。帮我开一场新闻发布会。既然这对渣男贱女不知悔改，那我就让他们万劫不复。好。专门为了私心做出这些，太过分了！哎，他们来了！快！来了！快！你就是陈宇，听说就是因为你险些酿成重大空难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为了报复前女友，险些要了100多条人命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对啊，是不是心虚了？新闻记者如果都像你们这样听风就是雨，那就没有真相了。你们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陈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吗？你求我复合不成，便想毁了我。今天我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举报你涉嫌故意犯罪。我故意犯罪？没错，你恶意下达错误指令，
逼迫侯机长将飞机上升至超出正常运行的高度，这才导致飞机的右翼断裂，差点机毁人亡。你拿数百名乘客的性命开玩笑，这不是恶意犯罪是什么？我们都可以证明，就是他，差点害死我们。你这个人渣，差点把我们都害死了。你这种人就应该牢底坐穿。许薇薇，你胡说八道！如果你不把飞机上升到指定高度，穿过那片晴空湍流，你们现在都已经成人体碎片了，还能站在这指责陈宇吗？还有，飞机右侧引擎早就有问题了，起飞前我就提醒过你们。不信，指挥中心的监控可以作证。休想把锅甩在我的头上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飞机起飞之前，检修部门早就检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一个外卖转过来的空管员，没有任何维修经验，难道比检修部门还专业不成？就是，我跟徐副机长搭档了这么多次都好好的，怎么你一来飞机就出事呢？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啊？如果是我故意做手脚想毁了你们，那我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还提醒你们立刻停飞和返航呢？你不就是想在我面前装，然后好上演一出英雄救美挽回我？啊，对，没错，徐副机长就是看穿了你阴险的本质，才坚持和你分手的。跟我分手不是因为你吗？陈宇，你少在这转移话题，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。是啊，银行有特殊规定，严禁职场恋爱。侯机长和徐副机长怎么可能明知故犯？就是这种自毁前程的事儿，他们不可能干。是吗？如果他们不仅干了，还是偷偷出轨干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偷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干这种事情还有这种劲，这是？哎呀，真是伤风败俗啊！我这里有一份偷情视频，就发生在 CZ316 的驾驶舱内，大家看完就知道，险些造成这场空难的凶手到底是谁。陈宇，你想干什么？偷情小视频？难道侯机长和徐副机长玩火职守，在驾驶舱干那种事儿？陈宇，你休想陷害我！怎么，急眼了？着急销毁证据啊？陈宇，你少拿一个假视频就妄图在这搬弄是非！不是，你连看都没看就知道这里面的视频是假的了。有些人做贼心虚了。你放心，监控我找人删过了，你刚才摔的那个 U 盘是唯一的证据，想曝光咱俩没门儿。陈宇，你算什么男人啊？你不就是嫉妒侯机长他比你优秀，才想方设法的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，好把罪名推到我们身上吗？你连分手都不敢接受，你越死缠烂打，徐副机长就越瞧不起你。谁说我不分啊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分手礼物，你看看可否喜欢？怎么样？脸这么红，我比你那废物男友强多了吧？讨厌，那个废物他哪能跟你比啊？哇，这什么情况？我靠，太猛了！头一回看到在驾驶舱做这种事的。不说嘛，快拍，明天肯定上头条。快，不是，停下来！陈宇，快停下，别播了。反正他的钱我也榨干的差不多了，今天这趟飞完，我就跟他分手。真快，一会儿我们到了万米高空，再来一次。你可不许再拒绝我了。我都把 U 盘摔了，你为什么还有视频啊？就是为了防止你销毁证据，我早就把视频上传云盘了。大家都别信，假的，是的，他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的？找专业机构一测就知道了。不行，我之前是搞后期的，这视频不像假的。这么说，是我们冤枉陈宇了，导致飞机出现危险的人是你俩呀？驾驶舱是飞机上最重要的敏感区域，你俩为了寻求刺激，玩忽职守，不仅无视航空安全，还刚愎自用，不听指挥，这才险些让飞机遇难。大家别被骗了，无视航空安全的人不是薇薇，而是你，陈宇。凡凡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放心吧，薇薇，包的。敢问叶机长，他俩在驾驶舱内乱搞，你凭什么说我无视航空安全？是啊，明明是他俩忙着偷情，导致工作疏忽，关陈宇什么事儿啊？薇薇和侯机长两情相悦，我早就看在眼里。是陈宇占着茅坑不拉屎。再说，感情哪里来的先来后到？真爱至上好吗？
你这逻辑牛啊！啊，希望哪天你被男人绿的时候，也能说这种话。好吧，就算微微和侯机长在驾驶舱情难自禁，但那顶多算是违规，不算是违法。真正违法的是无视航空安全的人，是你陈宇。是你胡乱指挥飞机，才导致右侧引擎爆炸断裂。你凭什么说我乱指挥啊？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空管员执照，无证上岗，不是胡乱指挥是什么？我去，没有执照就敢指挥飞机啊，这也太儿戏了吧！这简直不把人民放在眼里啊！我承认，我跟微微在个人问题上做法欠妥，但我们工作的时候一丝不苟啊。我就是被迫听了你的指挥，飞机才开始出事的。没错，你没有执照就胡乱指挥，严重违反了公共安全法。我提议，我们现在就把他抓起来送进局子。是，送局子。反省反省，送进局子。好了，我承认，我确实没有空管员执照，但不代表我没有指挥能力。大家快看，他自己亲口承认了。没有执照就不是合格的空管员，大家快把这个罪魁祸首抓起来！慢着，就算他没有执照，那他也是救了你们命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不能抓他。不是，我们的救命恩人不是侯机长吗？就是啊。不好意思，徐薇薇和侯机长在飞机临坠毁前就吓得双双晕了过去。你放屁！我们是因为撞击才昏迷的。对。再说了，你算哪门子救命恩人？明明是凡凡带着我们机组所有的人员安全降落的，好不好？对吧，凡凡？叶机长在最后关头也和你们一样放弃操作了，是陈宇临危不惧，驾驶飞机安全着陆的。我们整个指挥中心的同事都能作证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都是你救了我。哎，你千万别多想，我想救的是整个机组人员和乘客，真心没想救你。陈宇，你少得意了，我只是当时一时紧张了，而且就算没有你，换别的飞机也能安全降落。就是，多亏了叶机长前面的操作延缓了飞机引擎的爆炸，要不然哪轮到你来钻空子表现？说的没错，而且一码归一码，没有空管员执照就上岗指挥，你依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如果说我有机长执照呢？不是，你有机长执照，你的确能直接上岗，免去空感测试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有机长执照呢？还是国际航空5S 级王牌机长。陈宇，你这执照哪来的？我的名字、照片、英航盖章都在上面，你说能是哪来的？这不可能啊！我辛辛苦苦干了7年，才好不容易从副机长成为机长，就凭你也配？陈宇，你现在都敢拿假执照糊弄人了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大胆的人，我看是你。胡董，您怎么来了？胡董，你可千万不要被陈宇骗了，他以前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死舔狗，怎么可能是5S 级别的王牌机长呢？那个执照一定是他假冒的。没错，陈宇他证件造假，无证上岗，违规操作，这桩桩件件，哪个不能坐牢的？胡董，对待这种人，你千万别手软。没错，我建议立刻把他开除，然后扭送到执法局。你们说的都没错，应该开除，再吃牢饭。陈宇，你听到了吧？你死定了！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，就等着做橘子吧。来人，他们仨通通开除。
不是胡董，你搞错了吧？我可是连续7年业绩第1的机长啊！叶思凡，你包庇同事犯错，在飞机危难之际临阵退缩，刚愎自用，不听劝阻，导致飞机险些机毁人亡。根据公司规定，被开除了。胡董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还有你们俩，竟敢在驾驶舱内乱搞男女关系，无视航空安全，损害公司的名誉，不听指挥，一意孤行，你们也一并开除了，把他们都带走。胡董，不要！胡董，不要！胡董，这人太……哎呀，看看，真是啊，这叫罪有应得。各位乘客，本次事故给大家带来的经济损失，银行会双倍赔偿。在此，我诚挚向大家致歉。好。还有一点需要澄清，陈宇是此次事故的最大功臣，是他挽救了所有的人，也避免了这场空难的发生。这太厉害了啊！这么说，陈宇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王牌机长。不错，不仅如此，陈宇还是银行……好了，好不容易才过了2年安静的日子，我可不想再被什么迷妹狗仔盯上。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信了徐薇薇和侯亮的恶意煽动，误会你了。没关系，该说抱歉的是我们。走，赶紧滚！凡凡，亮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我们这样被银行赶出来，这全行业都知道了，再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了。别急，让我们先看看他陈宇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没错，陈宇，你给我等着，别让我揪住你的把柄。Watch 是全球高端手机品牌，最高端的机型甚至卖到几百万一部，你确定吗？比起价格，我更注重性能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我差钱吗？银行唯一继承人，不差不差。先生，这里可能没有你想要买的手机，出门左手边有各种杂牌机，您请便。你是众多势利眼里最讲礼貌的一个，给我换一个营业员。你，给你换一个营业员，你就能买得起似的。不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张姐，我来。先生，店里的现货只有巴洛克这一款，售价是29万8。如果您需要定制款的话，需要联系总店预约调货。那从总部定制大概需要多久？快则3天，慢则1周。这样，先帮我来一部巴洛克系列，我先用着，然后再从总部给我预定一部定制款。买2部，那我可以给您打折。不需要，就当给你的小费了。我去，这种多才多艺的男人简直毫无人性啊！慢着，你们别被这穷逼忽悠了。你有几个钱？我身为你的前女友能不知道吗？你的钱可早就被我搜刮干净了，还跑这儿充大款呢。算了，我摊牌了，我什么都缺，就不缺钱。你有病吧？姑娘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看他这穷酸样，哪像是买得起的样。
不管他能不能买得起，他都是我的顾客。先生，您运气真不错，我刚刚查了一下库存，有一款限定版的眼镜蛇，1个小时就能到货。那就它吧。啊，不等我多介绍一下，这就拿下了？土鳖，你以为菜市场买菜啊？价格都不问一下？眼镜蛇限量版，全球限量10部，价格至少200万，够你不吃不喝一辈子的。价格不是问题。哎，我说你到底喝了多少？你但凡就点花生米，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吧？又在我面前装，看来你是死心不改，还想求我复合啊？你是不是老爱臆想，觉得所有男人都喜欢你，都想当你舔狗？陈宇，行，你行，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，你要是买得起这款手机，我就把这桌子给吃了。微微，我到时候陪你一起吃。吃柜台，好，记住你们的承诺啊。先生，那我们先付一下定金吧。没问题。付钱啊，等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猜错吧？你该不会没带银行卡吧？我还真没带卡，把你手机借我。我手机里可没有200万借你啊！想什么呢？我就打个电话。没钱就说没钱，在这装什么大本事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干咱们这种高端销售的，就要学会识人，少在这种穷鬼身上浪费时间。你们可要把他看紧了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别操心了，赶紧去买瓶矿泉水吧，不然一会儿干嚼这个桌子，小心噎死。林秘书，我在京北 Virtue 专柜，过来一下，带张我的银行卡。就抽屉那张。哎呦，给我送张银行卡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哎，你能有几毛钱啊？就是，这都干净的比脸都干净，还他妈装呢。2亿那张就行。2亿？抱歉啊，出门太急了，没带钱包。2个亿的银行卡，一会儿给你。啊，好。还2亿余额的银行卡，你怎么不说10亿啊？兄弟，论不要脸这块儿，我谁都不服，我就服你。在银行不知道你耍了什么手段，冒充英雄机长；在这高端店，你又冒充大款。怎么微微在哪儿，你就装到哪儿？依我看呢，他就是对我们微微贼心不死。陈宇，我跟你之间是不可能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没错，微微现在呀，已经是我的女婿，你抢不走。多虑了，这个垃圾你就留着，我早就不感兴趣了。你敢骂我？大庭广众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陈宇，之前你跟我在一块只有当舔狗的份儿，现在江主管这么袒护你，你心里面爽死了吧？没事吧？你俩该不会是谈上了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2个只是普通同事。算你眼睛还没瞎。我是没瞎，但瞎的是你。这么好的陈宇你不珍惜，偏偏选择那个渣男。哎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告你啊？依我看呢，你该不会是单恋陈宇吧？当然不是，只要他愿意，我随时都可以跟他交往。什么？陈宇，你利用别的女人，不就是想让我吃醋，然后产生嫉妒心，回头看你一眼吗？真无耻！
你现在愿意和我交往吗？现在信了吗？江主管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陈宇他就是个没钱的废物，你马上就会后悔的。没错，那我们就看看你这谎言到底还能撑多久。谁说他没钱？这个女人什么来头啊？搞这么大阵仗！你没看见门口的车吗？劳斯莱斯幻影，太豪了。什么情况？不会是来找茬的吧？陈总好。陈总，路上有点堵，来迟了，您见谅。直接结账吧。是。200万刷卡成功。陈总，您大人别记小人过，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。刚才是我看差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赚大了，赚大了！提成15%，光这一单我提成就能拿37万，够张姐你干3年的了。这就结了？陈宇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他们都是你请来的托吧？你脑子有病就去治治。我真金白银200万刚花的，谁说的？陈宇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不可能！之前你用的还是我淘汰下来的2手货，这就用上价值200万的眼镜蛇限定款了。200万，我一个高级机长，辛辛苦苦也得5年才能攒够啊！他眼睛不眨一下就花了。哎，是你有工作的前提下，你们3个现在是无业游民，与其在这研究我，还不如赶紧找个工作养活自己。你少得意了，我猜啊，你就是仗着自己有几分男色，傍上富婆了，要不然就凭你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？让我能称为富婆的女人，恐怕全城也没几个。难道陈宇真的有什么大身份没有告诉我？陈宇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分手。我知道你最爱我了，我也最爱你，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。哦，是吗？怎么说？干嘛呢？只要你点头，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去民政局领证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户口本、身份证我都已经带来了。陈宇，请你娶我吧。微微啊，你怎么能吃回头草呢？那咋了？你前男友这样，你不吃？所以，你现在是在求我复合吗？陈宇，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！没错，陈宇，我之前是被你宠坏了，才动不动跟你提分手的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跟你分手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所以，你能不能看在咱们3年的感情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不在乎你是什么身份，我就是单纯的图你这个人好。行，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就给你个正式的回复。你现在是想跟我复合吧？门儿都没有！我现在有女朋友，带着你的身份证和眼镜，我……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陈总，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，手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，我随时在线哦。给我就可以了。
不信，那个江婷到底哪点比我好？陈宇为了他，竟然拒绝了我的复合请求。微微，依我看呢，陈宇他就是在演你。如果他真的有钱的话，当初他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会给你说呢？说的也是啊。还有，陈宇让我们都被辞退，这个账还没跟他算呢。现在整个行业都知道我们被银行开除了，我们必须调查清楚陈宇的底细，然后找机会回到银行。对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怎么了？陈宇，我知道你刚才就是拿我当挡箭牌，好和徐薇薇断干净。不过没关系，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随便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们还不够互相了解，太快了。刚毕业的时候，是我面试的你，那个时候我就对你有印象。银行竞争这么激烈，而你仅仅用了5年，从地勤做到了主管，是非常优秀的。从外貌到能力，你都是我的理想型。当然，如果你对我不满意，我很满意，能见到 Sky 排名第1的英雄机长，已经是我的幸运。那我们现在可以交往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在京北还没有住的地方，明天你陪我去买套房吧。买房？两位好，欢迎来到星河一品。不知道二位想看什么样的户型？都看看吧。冒昧问一下，两位买房是来做婚房的吗？可以是。那婚房的话，这套327平的就非常合适。私密性好，隔音效果也超强，是年轻夫妻的首选。你这么说，确实挺适合做婚房的。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有啊，还有这套520平的大户型，这套就更厉害了，全套赠送欧皇家具，还有纯手工打造的伊丽莎白同款床。我相信这款床一定会让你的幸福感爆棚。怎么样，对这个婚房还满意吗？满意是满意，就是这是婚房，干嘛问我？也可能是你啊。就这套吧。啊？就这么快就决定了？你不再考虑一下吗？这可是3000万，不是3000块。您确定就这套吗？我确定，他喜欢就没什么可犹豫的。哇塞，小姐，你老公也太帅了吧，从哪儿找的呀？小姐，您真是太有福气了。我没看错吧？陈宇他要买星河一品的房子，还是价值3000万的楼王？哎，你先别激动，或许陈宇在江婷面前装呢，他还不一定付得了款呢。帮我们准备购房合同吧，全款的。好的。你看他那个自信的样子，他不会真的付得起吧？陈宇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凡凡，你说我跟陈宇分手，是不是错过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啊？你先别猴急，先看他能不能付得了款。喂。好，我们刚刚买的那套，我马上回去。应该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吧？啊，好的。既然房子已经选完了，我就先回公司了，我有工作。要不要我去送你？不用了，你这不是购房合同还没签呢吗？咱们明天公司见。好。别藏着了，出来吧。哎，陈宇跟那个中年女人是什么关系啊？看起来很亲密的样子。他是银行的
老板娘，刚才那个是你女朋友啊？挺漂亮的嘛。是啊，妈，她也在咱们银行工作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乖儿子呀，终于开窍了，找了一个让妈满意的女朋友。今天这房子，妈给你俩买了。快，我要拿手机录一下证据。怪不得陈宇能进银行，哼，还有钱买手机买房，啥意思啊？你傻呀你？这还看不明白吗？陈宇呀，肯定是被那个老女人给包养了。太好了，那儿子就不客气了。快看快看，那个老女人掏钱了。陈宇还真是时间管理大师，前脚啊刚在江婷面前装呢，后脚就哄骗老女人给他掏钱呢。好啊，陈宇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这么恶心，连这种老女人都下得去口。对了，我跟你爸呀准备退休，明天公司的周年庆上我们会公开你的身份，以后啊公司就交给你打理了，我跟你爸可就享福了。好，谁让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呢？我不当牛马，谁当呢？我的小宝懂事儿了。陈宇，害得我们3个人丢了工作，被整个行业封杀。明天就让你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咱们今天回银行的这个庆典就2件事，第一是报仇，要让陈宇那个废物付出代价。没错，有了这些照片，陈宇被老女人包养的事情可就实锤了。这次我们要狠狠的出口恶气。这第2件事就是我们要认识一下银行的唯一继承人，只要能在他面前好好表现，咱仨的实力肯定会被银行反聘的。银行的那位少爷可从来没有露过面，他也要参加这次的周年庆。没错，这次周年庆就是为了把银行正式交接给那位继承人，所以才举办的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见见他了。他们来了。哟，陈宇，今天穿的还人模狗样的吗？这还是名牌西装啊，看来昨晚没白忙活，这一看就是给大姨哄高兴了啊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你嫌我脏，我再脏能脏过你啊！你别以为你背地里那些丑事没人知道，今天就让你尝尝什么叫身败名裂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让大家见识见识陈宇的真正面目。你手上拿的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一不小心拍到你被老女人包养的画面。陈宇啊，你能进银行，能在外面胡乱挥霍大手大脚，不就靠他给你铺路吗？给你钱花，对吧？你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你们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？当然知道了，她就是银行的老板娘，而你就是她包养的小白脸儿。没错，像你这种软饭硬吃、臭不要脸的废物，还有脸来参加今天的周年庆，哼，简直是可笑。陈宇，这些照片要是公布出去，你俩就彻底毁了。怎么样，知道怕了吧？该怕的是你们。哟，还敢呲牙呢？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没错，这谁不知道陈董是出了名的铁腕？要是让他知道你给他戴绿帽子，他肯定扒你的皮。没错，现在你给我们3个跪下，然后再给我们3个磕100个响头，我们可以考虑今天不当众揭穿你。让我给你们跪下，你们也配？一群蠢货，造谣都造到我和我亲妈头上了，一会儿我倒要看你们怎么哭。陈宇，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是你不中用。今天是公司周年庆典，你们一群人嚷嚷什么呢？陈董，陈董，您终于来了。你们3个不是被开除了吗？
今天跑到公司做什么？陈董，我们手上有对你很重要的东西，关乎到您的家庭和声誉，这不特意给您送来了。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儿？陈董，您千万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您身边这一位给您戴绿帽子了。啊！您身边的这位给您戴绿帽子了。啊！陈董，您看这事儿关乎您的声誉，要不咱找个安静的地方看？不必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我倒要看看谁敢给我戴绿帽子。陈董，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证据，都在这儿。这是陈夫人，您就别装了。我们都知道陈宇是你包养的小白脸了。不会吧？陈夫人平时看着挺端庄呀。谁说不是呢？真是活久见，50多岁的人了。这就是你们收集的证据，说我夫人包养了他。你们找的就是这些证据，说我夫人包养了他。没错，陈董，这可是我们跟踪了好几天才拍到的。另外，这个陈宇连监管员资格都没有，就被你夫人破格录取进公司了。这事儿啊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就是他一个新人，凭什么？哪里来的这么大权限？肯定是靠他那一身死肌肉上位。陈董，你快看，陈宇当着您的面就对您夫人动手动脚的，这不是当众打您脸吗？就这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就是跟您谈个条件。条件？好，说来听听。我们的条件就是开除陈宇，然后返聘我们3个回银行，恢复原职。没错，陈董，这样的照片我们手里还有很多，到时一旦泄露出去，肯定丑闻是铺天盖地啊！咱公司的市值必然是大跌，您考虑考虑啊？好，我答应你们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条件吗？暂时就这些。陈董，您要是识相的话，顺手给我们涨涨工资也可以。那我要是不识相？陈董，这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这照片一旦被公布出去，您的脸面往哪搁？银行的股份又往哪搁？你们打算怎么传？我们早就安排好了，如果你今天不答应，明天这些照片就会播放在各大媒体上。哦，你们安排的挺好呀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给你们个机会，现在立刻把这些照片发出去。陈董，你别开玩笑啊！没有开玩笑，发。行，你别后悔。我倒要看看我跟我儿子的照片能闹出多大的笑话。陈宇是你儿子？陈宇是你儿子？对呀，陈宇就是我的儿子，我从小就开始包养他，一直养了这么大，有意见？刚才不是挺能造谣的吗？来啊，接着造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陈宇怎么可能是银行的少爷呢？我操！原来陈宇是咱们银行的少爷。这3个傻缺造谣造到陈董儿子头上了，还包养小白脸呢，人家那是亲儿子。怎么，刚才不还是挺硬气的吗？还让我下跪呢？陈大少，我错了，是他，薛薇都是他指使的。对，
跟我也没有关系，都是许薇薇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关进局子里，敲诈勒索、造谣诽谤，够他们喝一壶了。坐。陈董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陈宇，求求你，就看在咱们3年感情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许薇薇，不是我不饶你，是你一直觉得我放不下你，想挽回你。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自恋。我跟你当牛做马都可以啊。不行，把他带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走。陈董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陈董，我错了，陈董，给我一次机会，陈董。少废话，快走。各位，今天是银行国际10周年的庆典礼，借此机会，我宣布一件事儿：从今天起，银行国际正式转交给我的儿子陈宇。陈宇，其新任董事长。这是胡从今天起，他将全权处理公司的所有业务。爸妈，我跟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江婷。伯父伯母好。婷婷这孩子一看就乖巧懂事儿。江婷在公司所有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了，踏实能干，挑得起大梁，好多老股东都夸他呢。伯父过奖了，我以后会继续努力的。爸妈，你别夸他，一会儿该脸红了。夸我儿媳妇儿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儿子，能遇到婷婷啊是你的福气。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妈，这还没嫁进门呢，就开始偏心眼了。这年头啊，像婷婷这样乖巧懂事、能干又不浮躁的女孩可太少了，你可得好好珍惜。公司交给你们2个，我们也放心了。公司有我们在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爸妈，我们回去吃饭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